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19，旧历的10月23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高雄的检警跨国合作，甲越南的警方联手破一件有史以来上界大件的海洛因的毒品案。查到的海洛因总有190公斤，市价大约是100亿。讲是成立的高雄港查到毒品，所落来追出到幕后的带头，嘛来攻破到位于的越南乌志明市的毒品仓库。检调人员伫高雄港货柜码头内面开箱查验越南报关进口的货柜，详细搜查，当场查到大量海洛因，伊将黑色塑胶袋包起来，伪装做塑胶废料，走私来带。甲越南警方联手查到总重190公斤，市价是大约100亿的海洛因。检警单位先伫高雄港查到21公斤外海洛因，根据线索逮捕到运毒姓杨的嫌犯，发现伊背后运毒集团伫越南，也阁有藏大批海洛因。台湾决定跨国合作，总算伫越南一仓库内查到169公斤的海洛因，加做缉毒史上查到上大宗的毒品案。国内先查到这一批这个走私进口的这个毒品以后哈，那透过这个数位监视也发现，其实背后还有一批准备要陆陆续续进到台湾来。若是这毒品的流向咧，检方担心恐惊会流入校园的可能，所以目前也咧扩大追查，这毒品到底是流到什么所在去。